不然就跟我独立。啊，人遐做是要安怎办？是咱有家己的空间，有着啥物时阵。林老师，林老师，咱起码会买厝基金，甲咱50万。然后，这个月无开了，够3000块，所以咱即卖基金我是50万控3000。咱足久无碰你芳啊！你即届吼，你做鸟？我是鸟。我是兔。我要甲你放假，咪咪毛毛。哎呀！是讲吼，加3000块吼，咱要是连变数都买不起。6月23，公司台语台，我意外厝卡。